刷牙發現有牙血，究竟係咪有牙周病呢？唔使問 Google， 唔使問 AI， 睇完呢條片之後，乖乖地去睇牙醫啦。牙周病其實係個統稱，包含咗幾個狀況。睇見啲牙又白又齊，但係佢有牙周病，呢個都有，而呢個情況當然係屬於嚴重嘅程度啦。牙周病嘅意思係包住牙齒周圍嘅組織發炎嘅情況。最初期以及最常見嘅呢，就係牙齦炎，呢個階段只係包住牙齒周圍嘅牙肉發炎啫。但係如果牙齦炎一路惡化嚴重嘅話，就會演化做牙周炎。到呢個時候，唔單止牙肉發炎，連同牙肉裏邊嘅牙床骨呢，亦都會因為細菌感染而收縮嘅。所以牙周病係個統稱，係包括牙齦炎同埋牙周炎。初期嘅牙周病即係牙齦炎啦，最典型嘅狀況呢，就係牙肉紅腫同流血。好消息就係當你去牙醫度洗牙同埋乖乖地用翻牙線細心刷牙刷翻牙肉邊緣嘅時候，大部分嘅情況呢都可以完全康復嘅。相反，如果牙齦炎一路惡化，牙肉持續發炎出血，又冇去洗牙嘅話呢，咁呢啲細菌呢就會由牙肉走入去牙床骨嗰度，令到牙床骨發炎。久而久之，牙床骨呢亦都會收縮。牙周病最難醫嘅地方就係一旦牙骨收縮咗，好難再生翻噶啦。而其中一個最多病人誤解，並且我相信大部分牙醫最想你改正嘅呢，就係好多病人當見到刷牙流血嘅時候，特登唔去刷啲牙肉，或者特登唔去用牙線等等。嗱，千祈唔好咁樣做喎，因為咁樣做呢係會加速細菌嘅積聚。簡單啲講，即係加速發炎嘅情況，變本加厲，就更加容易演化到牙周炎噶啦。咁我想問下，牙周病有冇得食藥噶？嗱，牙周病呢係慢性嘅炎症，要從根本着手。做好清潔，即係平日用正確嘅工具同埋方法刷牙，同埋用牙線、用牙縫刷等等啦，所以咧係冇藥食嘅。兼且如果趁牙齦炎嘅階段就去診治嘅話咧，完全康復嘅機會咧就會高好多。再者，科學界咧已經有確實嘅證據證明牙周炎同埋心臟病、腦退化症以及身體其他慢性嘅炎症咧係有密切關係嘅。所以一排健康嘅牙絕對能夠影響你全身嘅健康狀況。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資訊，subscribe 留言話我知啦，拜拜。